又係站立式運動時間啦！做嘅時候請大家留意呼吸同埋身體嘅反應。好啦，而家我哋就開始啦。呼氣收腹，雙手用力向上指，打開手指，拉直身體，同時提腿，再呼氣收腹，雙臂用力握拳向下拉，背部肌肉向下指，手踭向下指，同時將提腿腳向後邊交叉，前面嘅腳微曲，再呼氣收腹，雙手再用力向上伸，打開手指，將後邊嘅腳攞返嚟前面提腿，微曲嘅腳伸返直，吸氣手腳返原位，呼氣又重複動作。雙手打開，手心向前，呼氣收腹，提腿，將兩隻手掂膝頭哥，吸氣，打開雙手，腳伸直向前指，再呼氣收腹，再次提腿，將兩隻手放返去膝頭哥，吸氣，手腳返原位，呼氣又重複動作。緊握拳頭，雙手打橫放喺胸前，呼氣收腹，打開一隻腳，喺收腹嘅狀態繼續長呼，將上身轉去側邊，向後邊望，吸氣，手腳返原位，呼氣又重複另外一邊。緊握拳頭，曲手踭，將隻手揈去一邊，同時將對側嘅腳擘開，重心轉移去呢隻腳度，再呼氣收腹，另外一隻腳打開髖關節，曲膝，腳板底指去呢個重心腳嗰度，同時將雙手又揈去另外一邊，吸氣，提腿腳放返落嚟。兩隻腳踩實，雙手放返落嚟，打開手指，再呼氣，再次轉移重心，做埋另外一邊。呼氣收腹，遞手上天花拉直個身，同時一隻手向橫指，同側隻腳就打開髖關節，向住呢隻手踢上去，吸氣，手腳返原位，呼氣就做另外一邊。曲手踭，上臂升高，呼氣收腹，緊握拳頭，打開雙腳，同時重心後移，曲膝，雙臂就用力向下指，手踭指向地下，吸氣，手腳返原位，呼氣，重複頭先嘅動作，向左行幾下，向右又行幾下。做嘅時候要注意重心後移，重心係喺臀部後邊，唔好放喺膝頭哥嗰度。示範又完結啦！如果大家有問題，歡迎留言問我㗎。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